綜合外媒報道，當地時間30日，伊朗議會國家安全委員會通過霍爾木茲海峽管理方案，明確由伊朗武裝部隊負責管控，而對通過海峽嘅船隻徵收伊朗貨幣里亞爾結算嘅通行費，一艘油輪嘅通行費或高達200萬美金，並禁止美國、以色列及對伊朗實施單邊制裁國家嘅船隻通行。呢項計劃仍需要伊朗全體國會議員表決通過。伊朗議員阿拉丁布魯傑迪表示，呢個係國際通行做法。佢提到土耳其、埃及、巴拿馬等國都會收取船隻通行費用，而伊朗喺過去幾十年都為通過船隻提供咗優惠。對此，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表示，呢個舉措非法，唔可以接受，指美國唔會允許伊朗對船舶通行霍爾木茲海峽收費，並稱特朗普有多個選項阻止。早前，伊朗封鎖霍爾木茲海峽，令全球每日約2成嘅石油運輸受阻，液化天然氣同樣受牽連，加劇全球能源危機。